小丁啊，你找我是有啥物代志是？阿母是安尼啦，我想要替文英做亲情，嫁予阿福啊。哦，阿福啊，想要娶文英哦。小丁啊，你是哪要甲文英啊叫阿华啦？安怎？文英要嫁予阿福啊？你无欢喜哦？老夫人啊，福啊自细汉就是等家大汉的，这个囡仔吼忠厚老实啦。文英吼来等家了后，福就足介意的。头家啊，你放心啦，福啊若娶到文英啊吼，一定甲疼命命。阿母啊，搁再讲吼，你毋是真介意文英啊？安尼就莫互伊嫁去别个所在啊。建昌啊，你感觉我这安排敢好？你的意思真好啦。文英若是嫁予阿福啊，安尼文英就袂离开咱陈家，嘛袂离开我的身躯边。真好，真好。老夫人，你答应啊？真好真好，多谢老夫人，多谢头家娘，多谢头家。我是无啥物意见的，啊是讲要嫁的人是文英呢。伊的意思毋知啥物款吼，嘛得来甲问一下才会知。文英吼，念就来啊！嘛，老夫人吼，你甲问一下啊。阿母啊，你若是同意吼，咱拢是阿福的父人哦。较等下，文英若是歹势吼，咱会替阿福讲成这件婚事哦。迄是当然的啦。是讲建昌啊，当你甲阿福啊吼，袂输敢若兄弟仔哩。小等下吼，你嘛着要加讲几句好话，知无？安伯啊，你找我有什么代志？文英啊，恭喜哦！恭喜！文英啊，咱厝内吼有人要娶你啦。头家娘，对，都是头家娘啦。伊甲你做妇人，后摆这桩婚事若讲成吼，你着要甲恁头家娘大大谢多谢哦。文英啊，你免歹势啦，阮大家吼拢等要啉你的喜酒咧。安伯啊，恭喜哦！头家娘，多谢啊。安伯啊，文英啊，对即摆开始，你着要换喙叫大官毋才对。大官？是啊，你要嫁予阿福啊？安伯啊，你当然爱叫伊大官。嫁予阿福啊！白英的，头家妈，我无想要嫁啊，我想要留伫你身躯边侍候你一世人。文英啊，你若遐尔想袂开啦，嫁予阿福啊，你共款会当侍候头家妈啊。头家娘，多谢你的好意，我无想要嫁。文英啊，阿福啊，遐尔故意吼，你嫁予伊是你的福气哦。敢讲你心内有别人？唔是，头家娘，我无想要嫁。啊，是的，头家妈，是的。文英啊，你甲我讲，你是安怎袂用你嫁我？你老实甲我讲，是毋是我买你袂得嫁？不是啦，阿凤兄，你是一个善良大好人，幸好我袂晓嫁你。是安怎袂用你嫁我？我是较善正尔，啊，毋过我身体真好，我真有几力啊，我会当照顾你一世人啊。阿凤兄，你做我亲阿兄好无？亲阿兄，歹啦歹啦，做亲阿兄也袂用你斗阵一世人，啊，袂用你生囝，袂用你生囝，互阮后爸抱孙，啊，阮后爸也袂欢喜啊。我毋啦。阿凤兄，我求你，你莫讲对我好无？一直哦，讲来讲去，你就是毋肯嫁我就对啦。阿凤兄，我知你对我真好，不过我是有苦情。
真正袂个嫁，请你原谅我好无？但你受啥苦中啊？啊，嫁我敢真正遐可惜哦？这些你过得好无？好无你，我哪可能过了好啦？我即摆更是大家人，请你将我放回去好无？我无可能将你放回去。彩文是奶奶离头家娘，也毋过是这上的。哎，只不过是阿母原用钱甲买转来替咱等家生囝的啦。但你嘛知影，建昌也无得爱。讲较好听咧吼，是离头家娘啦。啊，若讲较歹听咧，哈，只不过是吼替咱等家生囡仔的工具啊尔啦。是讲爸啊，你啥物来创治我？啥咱两个上爱人袂个斗阵？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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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星，水星。彩云，水星，紧起来！彩云，咱总算又搁见面啊！对上一个查某囡仔，对这个查某囡仔，是我拜托伊来甲我斗相共的啦。因为这几天哦，我拢伫恁当下这里踅来踅去，我是惊叫因怀疑啦。所以吼，我们才请个查某囡仔甲我斗相共。伊无可能去怀疑伊个囡仔吧？彩云，你敢知影？我逐工拢接受你。而且哦，我头壳拢伫恁大家车，咧踅来踅去，我拢咧等你，你知影无？我知影。每遍我若听到故事，我知一定是你。但我等家人遐尔多，我愿个凊彩就出来见你。也毋过我每遍听到故事，我的心肝就敢若尖咧甲位共款，你知无？彩云啊，既然咱两拢无都将对方放袂去，你对我走好无？咱人为头开始，过咱两个人的生活，好无？你是安怎样啦？敢讲你唔肯对我走？毋是啦，我是惊讲，等下踮咧这个所在，受平凡的人，我若跟你走，伊一定感觉真无面子，伊一定袂放咱煞。那这你免惊啦，咱两个走暗会找无咱啊。袂用的，我惊讲因来为难阮阿爸。那会阁是恁阿爸？彩云啊，当初是你为着恁阿爸，你将我一人放伫遮，啊，即马咧，咱两个就无简单过会去斗阵，你甲我阁要将我留落来？彩云，我一世人除了你，我无可能过找我。
答应我好吗？跟我走。水星，我拜托你，你莫搁逼我好无？快快！你考虑，等你若受清楚了，你才来找我。我一定会等你，我一世人拢会等你。这安怎卖啊？阿爸！哎呦，好啦，你若水干安尼啦，哎呦！哇，阿爸，你个鼻啊歪歪，啊，我带倒平。啊，你有两粒头，大水了。啊，你这囡仔，你袂啉酒，你就爱啉，有啥你也要啉酒啦？你啉杯毛死好啦。阿爸，我就是做介在前，我体格也袂歹。啊，是安那文英袂介意，我是安怎啦？啊，文英啊，毋是甲你讲过，啊，伊将你当你是大兄尔。我坏啦，我坏啦！啊，大兄袂用你时阵互你抱啊！大兄我坏，我坏啊！大大来啦，大大来啦！安伯啊，你嘛，阿婆啊，你啉遐尼侪酒啦？啊，头家，头家娘，安怎？头家娘，我好啊，体格都袂歹，我都一时仔才情，是安文英袂介意我，是安怎？阿福啊，你拄着问题吼，是爱去面对去解决啦，毋是安尼啉酒啦。你家家己啉死啊，问题嘛袂解决啦。我就是袂解决，才会烧酒。我跟你讲，真歹势啊！袂要紧啦。啊，毋过吼，阿福讲咧嘛无毋对啦。伊的婚事吼，伊咧做老爸应该替伊烦恼的。我烦恼哪有什么路用啦？我介意是文英啊，偏偏文英都无介意。照我看吼，阿福应该还阁有机会啦。头家你意思是？要互文英嫁互阿福啊，并无困难啊。只要找一个讲话会当互文英听会落去的，应该都无问题啊。找一个讲话互文英听咧，这是什么人啊？你家己想看卖嘛？文英是安怎来咱单家？是啥物人对文英有恩，找伊就对啊啦。头家你嘛，什么人对文英有恩？头家。你吧，头家，安伯啊，啊是啥物代志啊？头家啊，我有一项代志吼，要甲你拜托一下。啊是啥物代志？照你讲啊，我若法度吼，一定甲你斗相共。福啊，甲文英的代志你嘛是真清楚，我想要拜托头家你吼，代替福啊甲文英讲一下，看文英吼会改变心意，等候这情绪我啦。安伯啊，你是叫我去甲顾正是？头家啊，福安尼自从去互文英甲拒绝了后，一感觉都少酒消愁。我这个做老爸吼，我实在嘛看袂落，想来想去哦，我只有来求头家你啊，拜托一下吼。安伯啊，既然吼文英都唔答应啊，我嘛无方便讲啥。你总袂当讲吼，叫我用头家的身份去压迫伊啊？头家啊，安伯啊，婚姻大事吼是爱靠缘分的啦。
既然文英吼，就遮尔啊坚持讲伊无要答应，咱安尼去压迫伊，去甲顾正，安尼敢好？头家啊，我拜托你啦，你甲顾正一阿妈，起来啦！你在学创啥？头家啊，你哦对文英有恩情，你也拜托哦，伊一定会答应，一定会答应的。吼，拜托我求你啦。你莫咧甲我为难啦！我看你啦，你甲文英啊放互袂记，你除了文英以外吼，你看伊介意对一个查某囡仔，你甲我讲，我一定甲你想办法，甲你斗相共，好无？我有一世人，敢若爱文英啊一个人尔，别人我拢不爱啦，我拢不，我甲爱文英尔。头家啊，平时啊是一个真快乐囡仔，想袂到感情的代志哦，竟然会甲变到变安尼，我这个做老爸的实在是个真甘啊！头家啊，我咧拜托，无法跪啦！阿伯，你在学创啥？起来！头家啊，我这等价，事后这世人两代人，我从来都无甲你聊过什么。今日你就我这个老面子，拜托，甲我斗相共一下好无啦？阿英啊，头家，老早。老早，阿英啊，我问你吼，你感觉阿福啊，这个人安怎？阿福啊，伊人真讲义老实，完全无心机，是一个大好人啊。那安尼，你有介阿福？我相信吼，甲伊做伙，只有好处，无歹处，大家应该拢会介意啦。真好，那安尼我老实甲你讲啦，昨安伯啊，甲阿福啊有来找我，伊希望吼，我能甲你说服啦。啊，你嘛知影，我甲阿福啊自细汉做伙大汉，阮两个感情吼，袂输敢若亲兄弟同款。啊，这是我头一摆看到伊对一个查某囡仔吼，用情遮尔啊深，遮尔啊介意。文玲啊，我话头未讲煞咧。头家，假使你若要来提亲，请你找别人。真实的，我的情绪唔免你操心。文玲啊，我是你的头家，我当然爱替你操心啊。我知影，你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我嘛真介意你。只是讲，我已经娶某啊，我无迄个权利搁再爱你啦。也毋过阿福啊，伊无共款啊。伊遐尔好，你若甲伊做伙吼，伊一定爱你一世人，会好好照顾你，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啦。互人照顾，就叫做幸福。你根本就无了解，什么叫做幸福？真正的幸福，是人个相爱人，会当斗阵一世人。我爱是这种幸福，你敢会了解？